楊明同莊思明8月2號將於吉隆坡舉行婚禮。婚禮前夕，一對新人率先公開一系列 pre-wedding 婚紗相，同大家分享新婚喜悅啊！今次嘅婚紗相呢，就係喺香港同埋喺上海嗰度影嘅。咁點解揀上海呢？其實都係因為一嚟我媽咪係上海人啦，咁二嚟呢，就係因為呢，我哋7月中先有時間影啦。攝影師，我哋兩個攝影師同埋化妝師提議就話，咦，可以去上海英視城喎，因為我哋時間好緊迫。咁上海英視城呢，就可以2日時間呢，就可以影得晒啦，咁所以就揀咗去嗰度影。婚紗相雖然拍攝時間有啲趕急，但效果依然完美。當中喺上海着旗袍影嘅一系列靚相 ，Lisa 自己都好滿意啊！一場去到上海就梗係要着下旗袍啦，所以我哋都特登有一輯個造型係特別啲嘅，就着咗旗袍。我自己都好喜歡啦嗰一輯，因為感覺上係唔同啲啦，好似穿越咗咁啦，又有啲電影感啦，着住婚紗電車嗰啲，我自己都好中意啊！有啲似影緊 poster 嘅感覺，即係電影 poster 嘅感覺，因為嗰啲景咧全部都係啲經典電影嘅真實拍攝場地嚟嘅，即係譬如電車嗰個 area 就係功夫，我哋有一啲旗袍同埋都係着婚紗嘅，好似一個室內一個餐廳個景咧，就係色戒嘅景啦，同埋繁花。大喜之日進入倒數，阿楊同 Lisa 預告忙完之後會陸續公布更多靚相，大家可以期待下啦。其實陸陸續續可能會慢慢再公布多啲相，因為時間太趕啦，咁好多相都未處理好啦。希望喺執完嗰啲相，我哋可以再公布一啲可愛啲嘅家庭照。